你知唔知有一隻股票淨利率高達28.5%，係電商行業之冠，連阿里都輸佢一截，但係偏偏佢嘅盈利已經開始倒退，管理層仲親口講盈利下行不可避免。我哋今日講嘅就係拼多多 PDD，佢旗下嘅 Temu 喺歐洲 GMV 增速高達90%，國際擴張氣勢逼人。但另一邊廂，美國向佢指收高達120%嘅進口稅，幾乎將原有嘅商業模式打爛晒。而家市場給佢只係單位數，PE ratio 係真係平撈定係價值陷阱？今集我哋兩位分析師會幫你逐一拆解，有數據、有分析、有立場，唔係吹水。千祈唔好轉台，因為最關鍵嘅投資結論喺節目尾段先講，走咗就真係蝕底啦。各位觀眾，我哋 AI 財演一直致力為大家深入研究上市公司健康狀況，但有時短短10幾分鐘嘅討論未必可以涵蓋晒所有財務指標。為咗令到投資者有更全面、清晰嘅視野，我哋最近推出咗個會員專享嘅研究報告數據庫，一站式記錄低所有我哋研究過嘅股份，仲有埋互動圖表，方便投資者隨時都可以睇翻自己揸住嘅股票。只要你免費登記咗成為 Patreon 會員，進入 Patreon 後再免費 follow 埋 AI 財演嘅 channel， 就可以去我哋個網站登入。所有連結已經放咗響影片下面嘅資訊欄，而家即刻登記，費用暫時都仲係全免，但呢項服務遲下可能就要收費，趁住而家1蚊都唔使俾，記得快啲登記咗先啦。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 AI 財演。今日我哋討論嘅主角係拼多多，英文股票代號 PDD， 喺 Nasdaq 上市。拼多多成立於2015年，以拼團低價社交電商模式起家。而家旗下有國內嘅拼多多平台，同埋國際跨境電商 Temu， 月活躍用戶高達7億，係中國電商市場嘅重量級穩家。今日我哋就深入探討拼多多嘅未來發展前景同埋投資價值。首先有請 Bonnie 從行業角度幫我哋分析一下拼多多喺中國電商行業裏面嘅競爭優勢同埋產品競爭力係點？多謝 Helen， 我覺得拼多多最核心嘅競爭優勢係佢獨特嘅 C2M 模式，即係直接將消費者需求對接工廠生產，省去中間環節，令價格可以壓到極低。呢個模式令拼多多喺下沉市場站穩陣腳。而家國內月活用戶達到7億，雖然比唔上淘寶嘅9.8億，但盈利能力卻遠超同行。我留意到一個好有趣嘅數字，就係2024年拼多多淨利率高達28.5%，遠超京東嘅2.47%，甚至比阿里嘅12.3%仲要高出一截。呢個係好難得嘅成就。另外，農產品電商係拼多多好難被複製嘅護城河，佢已經建立咗龐大嘅農村供應鏈網絡，用戶黏度非常高。不過我要坦白講，呢個優勢正面對挑戰。我發現抖音電商2024年喺下沉市場用戶增速達到48%，遠超拼多多嘅19%。抖音用直播帶貨嘅內容電商模式，對拼多多嘅低價優勢構成直接衝擊。所以拼多多雖然底子厚，但護城河並非牢不可破，投資者要留意競爭格局嘅變化。多謝 Bonnie， 佢提到拼多多淨利率28.5%係行業最高，但同時抖音喺下沉市場嘅增速正步步進逼。我就好奇呢種盈利優勢係唔係可以持續落去呢？ Felix， 你幫我哋從財務角度分析一下拼多多嘅盈利能力同埋未來盈利可持續性，特別係近年增速放緩嘅情況下，盈利趨勢係點？好，我從財務數字入手分析一下，拼多多嘅盈利能力係行業罕見嘅。2024年淨利潤高達1124億，淨利率28.5%，毛利率接近61%。呢個水平喺電商行業係鳳毛麟角。但我要指出一個重要轉折點：2025年淨利潤跌至993億，跌幅約12%，係公司近年首次出現淨利潤倒退。而且 Q1 2026年淨利率進一步收窄至11.8%，係相當明顯嘅下滑趨勢。點解會咁？我留意到兩個關鍵原因。第一，Temu 嘅海外擴張成本急升，2024年銷售及營銷費用達1113億元，按年增長35%，呢個係侵蝕利潤嘅主因。第二，Temu 2024年估計虧損約35億美元，呢個海外燒錢機器短期內難以扭虧。管理層亦主動講明盈利能力下降不可避免，呢個坦誠度值得讚，但對投資者嚟講係一個警號。好消息係公司現金儲備雄厚，截至2025年底，現金達4223億，按年增長27%，財務彈藥充足，支撐長線投資。所以我嘅睇法係短期盈利壓力真實存在，
但公司財務底子係紮實嘅。多謝 Felix 嘅深入分析。佢提到 Temu 海外擴張成本急升係侵蝕盈利嘅主要原因，而且估計2024年虧損約35億美元。Temu 而家喺國際市場上面對嘅競爭環境其實係好複雜㗎，特別係美國關稅政策改變，仲有歐盟喺數碼服務法下嘅監管壓力。Bonnie，你覺得呢啲外部監管同政策風險對拼多多整體業務嚟講係咪最大嘅潛在隱患？係啊，呢個問題我好有感受喎。Temu 面對嘅外部風險，老實講係拼多多目前最大嘅不確定因素。首先係美國市場，美國已經取消咗 de minimis 免稅規則，依家 Temu 嘅貨物要繳交高達120%嘅進口稅，或者每件$100固定收費。呢個政策基本上令 Temu 原有嘅直郵低價模式幾乎玩唔落去。我留意到 Temu 已經迅速應對，將美國市場空運比例大幅削減，轉向海運前置備貨，並且由 T86 清關轉為一般貿易模式，反應算係夠快。但呢個轉型係有代價嘅，成本結構會上升，低價優勢會被削薄。歐盟方面，根據數碼服務法，如果持續唔遵規，最高可罰全球年收入6%。另外，匈牙利已經就虛假打折問題開罰，罰款折合約3380萬人民幣，呢個係個警號。仲有美國21個州聯合法調查函，涉及強迫勞動、數據安全等問題，法律風險係長期存在嘅。不過我要補充一個值得關注嘅亮點，就係歐洲市場2025年 GMV 增速達90%，佔全球 GMV 約40%，已經成為 Temu 最大增長引擎。某程度上係抵消咗美國市場嘅衝擊，所以監管風險係真實嘅，但業務多元化亦提供咗一定緩衝。多謝 Bonnie 咁詳盡地分析監管風險。Temu 喺歐洲嘅90%增速確實係個亮點，但代價係成本結構改變。咁講翻財務層面 ，Felix 想了解多啲拼多多嘅估值水平。而家市值約1364億美元，市場普遍話 P/E ratio 大概係單位數，同阿里、京東等同業相比，拼多多而家嘅估值係平定係貴？投資銀行又係點樣睇？好，我從估值角度幫大家拆解一下。拼多多而家市值約1364億美元，以2025年每股盈利計算 ，P/E ratio 大概喺9至10倍左右。呢個水平喺中國科技股中係相當低。作為比較，阿里同期 P/E 大概係10至12倍，京東因為淨利率只有2.47%，P/E 相對唔具參考性。26位分析師平均目標價係143美元，相對現價有一定上升空間。但係我要提醒投資者，低 P/E 唔一定代表便宜，因為市場係 forward looking， 即係會預期未來盈利走向去定價。而拼多多2025年淨利潤已經倒退12%，Q1 2026年淨利率更跌至11.8%，市場係用低估值去反映呢個盈利下行風險。如果用市銷率，即係 price to sales 去睇，拼多多大概係3倍左右，阿里係1.5倍，呢個角度就唔算特別便宜。我個人認為咧，拼多多現時估值係反映咗盈利高峰已過呢個預期。如果管理層1000億元供應鏈投資能夠喺3至5年後轉化成新增長動力，呢個估值係有吸引力嘅。但短期而言，盈利壓力持續，估值存在進一步調整空間，投資者要有足夠心理準備。多謝 Felix 咁清晰地拆解估值。佢提到 P/E ratio 大概9至10倍，反映市場對盈利下行已有預期。我想請 Bonnie 從行業角度補充一下，喺呢個增速放緩嘅環境下，投資銀行或者市場分析師對拼多多嘅行業前景同埋 Temu 嘅長遠市場潛力係點樣評估㗎？佢哋嘅睇法係咪同我哋今日討論嘅方向一致？我留意到市場分析師對拼多多嘅看法係幾兩極化嘅。正面方面，26位分析師平均目標價係143美元，大部分維持買入評級。佢哋主要睇好3樣嘢。第一係 Temu 嘅長遠市場潛力，管理層目標係2026年 GMV 達1300億美元，未來3至5年更衝擊2500億美元。歐洲市場呢個增長引擎令分析師對國際業務前景保持樂觀。第二係供應鏈競爭力，投行如匯豐認為拼多多嘅 C2M 工廠直供模式係長期護城河，1000億元嘅新聘務計劃如果成功，可以建立更難被複製嘅品牌生態。第三係中國電商市場本身仲有增長空間，預計 GMV 年增8至10%，拼多多仍有份額可以爭取。但我要指出，部分分析師亦開始質疑呢啲預測嘅假設，特別係 Temu 嘅路徑。
美國市場佔 Temu GMV 已由主力市場跌至30%，而歐洲高增速係咪可以長期持續係一個大問號。畢竟歐盟監管收緊係大趨勢。我發現一個容易被投資者忽略嘅細節，就係財報公佈後股價平均跌3%，反映市場對管理層坦承盈利下行不可避免呢個表態係有啲消化唔到。分析師目標價同市場實際反應係存在落差嘅。多謝 Bonnie， 佢提到一個好有趣嘅觀察，就係財報後股價平均跌3%，反映市場對管理層坦承盈利下行係有啲消化唔到。我想請觀眾朋友記得 subscribe 我哋頻道 AI 財演，並開啟小鈴鐺同埋 Patreon 限時免費頻道，咁先唔會錯過最新投資分析。好 Felix， 我哋而家了解咗拼多多嘅盈利壓力同估值水平，但我仲想了解多一樣嘢。拼多多手頭上有4223億現金，佢嘅現金流狀況係咪真係咁健康？特別係2025年營運現金流按年下跌12%，呢個趨勢係咪值得投資者擔心？好問題，現金流係判斷一間公司財務健康程度嘅核心指標。我哋唔好只睇現金儲備有幾多，仲要睇現金係點嚟嘅。拼多多截至2025年底現金達4223億，數字係好靚。但我要指出一個投資者容易忽略嘅細節，就係2025年全年淨營運現金流係1069億，按年下跌12%，而且呢個係喺收入仲有10%增長嘅情況下出現嘅，反映每一元收入所產生嘅現金越嚟越少，效率係下降緊。點解會咁？主要係銷售及營銷費用持續高企。2024年已達1113億，加上 Temu 轉型一般貿易模式後，存貨及物流成本大增，都係消耗現金嘅因素。不過我要客觀補充，呢個現金流下跌係屬於主動投資性質，唔係業務本身出現問題。管理層係刻意將現金投入供應鏈同海外擴張，好似一間企業喺擴張期係會增加資本支出一樣。短期現金流收縮係正常現象，真正需要擔心嘅反而係另一面。就係 Temu 估計2024年虧損約35億美元。如果海外業務遲遲未能盈利，呢個燒錢機器長期運作落去，對現金流嘅消耗係唔可以忽視嘅。4223億現金係一個緩衝，但唔係無限嘅。好，今日我哋傾咗拼多多好多精彩內容，係時候做個總結啦。從利好因素睇，第一 C2M 工廠直供模式係行業罕見嘅護城河，農產品供應鏈網絡難以被複製。第二，2024年淨利率高達28.5%，係電商行業最高水平，財務底子紮實。第三，現金儲備達4223億，財務彈藥充足。第四 ，Temu 歐洲市場2025年 GMV 增速90%，國際多元化提供新增長引擎。不過風險方面亦唔少。第一，盈利已見頂回落，2025年淨利潤倒退12%，Q1 2026年淨利率更跌至11.8%。第二，Temu 面對美國120%關稅打擊，商業模式需要大幅調整。2024年估計虧損約35億美元。第三，抖音電商喺下沉市場增速48%，正蠶食拼多多核心地盤。第四，歐盟監管收緊，法律風險長期存在。投資價值方面 ，P/E ratio 約9至10倍，估值係反映咗盈利下行預期，唔算貴，但亦唔算平。如果管理層1000億元供應鏈投資能夠喺3至5年後見效，現價係有一定吸引力。但短期盈利壓力持續，投資者要有足夠耐性同承受波動嘅心理準備。多謝 Bonnie 同 Felix 今日精彩分析，觀眾朋友亦多謝你哋收睇 AI 財演，我哋下次再見，拜拜。如果大家覺得我哋嘅分析提供到一啲新觀點俾你哋，懇請大家幫手都 subscribe 我哋頻道同埋開啟小鈴鐺，你哋付出呢2個 click 先支持到我哋，繼續為大家提供新嘅資訊。大家如果有其他股票想我哋幫手分析，都可以在影片下留言，我哋會按需求作出安排。再次多謝大家收睇 AI 財演，下次見，拜拜。